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九龍豪宅嘅 Henry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位於爵士花園嘅2座高層複式啦，總面積859尺，3房1套單位，而且連埋功能房，做緊買賣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睇下。咁首先入到嚟門口啦，就見得一個好寬闊嘅客飯廳，而且近門口嘅位置做中咗一啲嘅入牆位嘅。然後呢度仲有個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咁廚房咧配備咗雪櫃、焗爐同一個嘅電磁爐。廚房嘅右手邊就係工人房，工人房配備咗工人廁。然後喺客廳嘅側邊露台位置就望向西邊嘅景觀。景觀都好開揚，喺露台嘅左手邊有一間睡房，咁呢度就張單人床，有個書桌同埋一啲嘅收納空間，望到西邊嘅景觀。然之後我哋去到嘅兩間房，2房1套嘅位置，同埋一間嘅浴室。浴室配備有旗杆，然後呢度其中嘅一間睡房，都係望向西邊嘅。最後我哋去到主人套房。呢度有咗間雙人床，而且有啲收納嘅空間、衣櫃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嘅套廁，呢度就配備咗一個企缸嘅設計同埋一個通風嘅窗口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